由恒基地產、希慎、帝國集團及市建局合作發展，位於紅磡庇利街1號嘅首岸，分4期發展。近日就率先推出第1期同埋第3期。第1期設360伙，第3期設288伙，戶型涵蓋2房及3房。首岸為市建局東維港灣區規劃中首個大型住宅項目，亦都係全港首個合併式小區概念嘅核心地段。將來會有天橋系統，可以經天橋直達土瓜灣站，3站過海到香港金融中心，2站到紅磡，4站到柯士甸，轉乘高鐵，輕鬆暢遊神州。附近有多個巴士站，交通選擇多元化又便利。中九龍幹線及 T2 主幹道通車後，來往東西九龍將會更加便捷。首岸基座設有會所，約35項嘅設施，同時設有約12萬尺嘅商場，預計會引入唔少嘅民生同特色商店，滿足住戶嘅日常所需。而且紅磡社區發展成熟，附近商店種類多元化，項目亦都鄰近啟德，有多個大型商場，包括 Airside 同埋雙子匯，購物娛樂樣樣齊又便利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一下示範單位。首先我哋參觀以1座22樓 B 室為藍本，有裝修冇改動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610尺，屬於3房1套緊廚間隔。單位不設玄關位置，入屋就已經係客飯廳，以長方形開則做到客飯廳分明。飯廳放置咗4人雲石餐台配水晶吊燈，打造高雅嘅用餐區。另外一邊客廳擺放米色梳化、茶几同埋地櫃，其中一面牆身以淡綠色雲石設計，展現雅致又充滿藝術氛圍嘅空間。廳區外連3合1全視野露台，大大提升內採光。緊廚設計並呈長方形 L 型工作台面，設有多組櫥櫃作收納，配有各種家電，包括微波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及煮食爐等等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設有交流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，有空間收納衛浴用品。呢間房設計成為書房，擺放咗深綠色嘅休閒梳化外，亦都放置咗書台、層架同埋收納櫃。旁邊另外一間房就係兒童房，擺放咗高架床，上面係寢區，下層係收納空間，連衣櫃及書台。主人房位於走廊嘅盡頭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床下設有收納空間。另外一邊設有1列半透明嘅衣櫃，連收納層架並連梳妝台。3間房都採用咗大型玻璃幕牆，將自然光引入室內。主人房套廁以浴缸設計，同時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以作收納。然後我哋參觀1座22樓 C 室為藍本冇改動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431尺，屬於2房連儲物室間隔。入門設有玄關嘅位置，亦都設有嵌入式嘅雪櫃同埋微波爐。接住落嚟就係1字形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，配有基本家電，包括煮食爐及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廳區間隔方正，可以擺放2至3人用嘅家具，包括2人餐台、梳化、茶几同埋電視櫃。廳區外連3合1大露台，可以擺放戶外家具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配有鏡櫃同洗手盆櫃，方便收納衛浴用品。睡房開則方方正正，單人床可以靠窗擺放，同樣都有空間可以放置衣櫃同埋小梳妝台。儲物室以趟門設計，更節省空間，提供實用嘅收納空間。主人房開則方正，雙人床可以靠窗擺放，可以放到書台同床頭櫃，亦都有預留空間擺放置頂大衣櫃。
落地玻璃窗與房同闊，大大提升房內採光。最後我哋去參觀2座22樓 K 室為藍本無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39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屋設有小玄關嘅位置，旁邊就係曲尺型嘅開放式廚房，配有櫥櫃及基本家電，包括微波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及煮食爐等等。客飯廳呈長方形，方正容易擺放家具。外連3合1大露台，有足夠嘅空間放置戶外休閒椅等等。浴室位於大門嘅右邊，以旗杆設計。2間睡房位於廳區嘅左右兩邊，不設走廊位，令到整個單位更加實用。呢間房開即方正，可以擺放單人床同衣櫃等等。另外一邊嘅主人房同樣都係開側方正，擺到雙人床同書台，亦都有預留咗空間放置大衣櫃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